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来看今后什么新闻重点。台股早起指数上悬起到4,194点，史上头一届起看4万点，台积电上悬起到2330块，也毋过收盘无收到4万点。台积电的协议案今仔宣判，当家为你科创公司姓陈的工程师红判10档的有期徒刑，另外3个前台积电工程师分别红判2档到6档。在野党发动弹劾赖清德总统，今仔开听证会，若被邀请的专家学者对总统有真侪批评，民进党团是无参加来表示抗议。来看今仔台股盘中是起破4万点，创历史新高，也毋过收盘是无收掉4万点，以39616点收盘。台积电的股价今仔一开盘就起到2280块，今仔上悬嘛起到甲股票大号同款的2330块，最后是以2265块收盘。也毋过，即马大家是拢真烦恼，讲股市起遮尔悬哦，煞来讲有可能会崩盘咧。也毋过，专家是认为，咱台湾的产业基本面是真好，应该是无一款危机。27台北股市油门催落，冲！一开盘就起要上千点，来到39858点，5分钟了后冲破4万点，破盘中上悬的纪录。安尼也袂煞，过来阁起到40194点。台积电嘛带头向前冲，开盘就随冲悬，起要上100点，上悬来到2330块。市场认为这个中东的危机油价的一个上涨，它是一个短期的现象。现在市场更关注 AI 的长线的一个趋势，市场资金怕错失了这个押注 AI 的一个机会。分析师讲，市场主要的资金拢压伫咧 AI 的产业，因为真侪间美国的科技公司伫即礼拜要来公布财报，市场的资金早就拢入去咧等啊，佮加上台股主动式 ETF， 原底一间上市公司，敢若会当占 ETF 的10%。即马调悬到25%，互更较侪资金落去买台积电。毋过4月份台股已经起超过8000点，市场嘛烦恼。伫咧日本90年代初期的沙文坡经济，敢有可能会重演？台湾的股市敢会崩盘咧 ？YY 应该是成长7.5%到8%，出口跟外销数字是营收的先行指标，营收又是获利的先行指标。台币现在差不多31.4哦，也没有出现比较大幅的波动，所以基本上它在整体的金融市场上来看，如果是要对标日本当时它可能以房地产这种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架构上来看，它这种bubble吹的是比较大。但是目前看起来，我们是回归产业面。专家认为，目前台股的基本面还佫真侪无沙文坡危机的风险。若其他亚洲国家的股市嘛是继续向前冲。韩国股市盘中起要2%到6630点，日股上悬嘛冲到60652点，拢创新高。即马股市的内场是强滚，金管会嘛公布到2026年3月底，高资产的客户高达23206人，年增率高达71.97%，互台湾1万富翁的好业人愈来愈侪。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积电的协议案，今仔宣判，当家为你科创公司姓陈的前台积电的工程师今仔是防以国安法佮营业秘密定罪，是判10档的有期徒刑。另外3个前台积电的工程师嘛，分别判2档到6档的有期徒刑。检方嘛对家起诉，当家为你科创公司爱罚因1亿5000万的罚金。法警介护洪少提告法院听判决，自台积电跳去日本东京威力科创姓陈的前工程师，为着要替因新的头家，甲台积电更较侪订单甲抢落来，所以涉嫌窃向准搁伫台积电的同事偷摕台积电内米的制停的机密，改善因设备的良率。虽然已经定罪毋过智慧财产甲商业法院审理了后，27依原依照国安法抑个营业秘密定罪，判10年徒刑。泄密有收钱吗？洪指控偷翕秘密的，就是台积电姓吴也个姓高的前工程师，向要求到现场来听判决。2个人已经有承认毋过嘛是向判3档，也个有2档的徒刑。若这个代志继续发展，专案姓陈的主嫌，伫侦讯当中讲伊透过另外一个在职的工程师，偷摕台积电14奈米以下制停的机密，检方对家起诉。这个姓陈台积电的前工程师到单无认罪，向判6档。会认罪吗？这
这案是一直咧滚价，高检署有3铺的起诉，其中佫包括东京威力圣路的高阶主管去用依照涉嫌别证，毋过审理了后是得到假罪，就连东京威力公司嘛2摆去用起诉，是头一件法人牵涉国安法去用起诉的，检方就请法院判1亿2千万，也佫有2500万的罚金。案件审理了后，法院判1亿5千万，假罪3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湾民众家己这个旅行团，疑似伫中国甘肃冰车造成1个人死亡，12个人受伤。交通部的观光署是表示讲，民众家己组团是无违规，嘛适用旅游的定型化契约。也毋过有业者是讲，因为咱国内佫有中国的禁团令，旅行社拢是用代理的方式来协助旅客，嘛还无法度第一时间就掌握所有的状况。若想要去中国佚佗，无同的所在有无同的方案，甚至车票、门票、导览全部拢传遍遍。目前两岸禁团令还未解除，民众敢会当家己组团去佚佗呢？观光署说明，禁团令是禁止针对无特定的对象去招揽的团体旅游。也若民众是家己家人找好，请旅行社办理，就无伫这个限制。自主团并未违反禁团令，且仍属于团体旅游，故旅行社就办理团体旅游所应遵循的规定，皆需遵守，包含签订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来看两岸佚佗的禁团令，是伫咧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的时阵，两边的旅客拢登去，原本是定2024年3月就解禁。温准组团去中国，毋过伫咧解禁进前，却因为 M503航路争议，政策佫改变。迄时业者嘛已经开始伫咧招人客，经过工会甲交通部继续协商，才短期开放。部长没有特别提到日期，就6月1号以后，你们有招人的团可以继续走，也没有说7月份、8月份、9月份的怎么样，有一些东西就不用直接明讲出来了。不过2024年6月了后，禁团令继续施行，嘛有旅游业者就讲，咱台湾人去中国的需求真大。观光署统计资料显示，去年咱出国去亚洲附近的国家，第1名是日本，第2名就是中国，一冬有超过323万人，偏去韩国、越南、泰国佫较济。有关的民众的生命安全，所以我们会建议是说，其实有关旅游安全的部分呢，两边可以坐下来好好的沟通。回归到那种这种需求，为了这个订团，你可能会造成很多一些地下的跑出来啊。嘛有业者就表示，这摆要去中国的自助团，拢是台湾合法的旅行社协助的。业者嘛有依照规定投保险，不过未来若是禁团令无解除，敢奈何去中国的旅行团掉伫咧网无界线，嘛无法度应用未来计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无人机伫现代的战争是真关键。现今1.25条的军购特别预算，就按算要买20万台的无人机，1000只的攻击型的无人船哦。国防部嘛强调讲，除了无人机佮无人船，咱的国军嘛规划要开发4卡机器人的机器狗。中科院是表示讲会对国外引进目前特有的技术，会排除红色供应链。另外，海军退役的少校李雷斯去中共的俄罗斯集合军舰来参观哦，佮讲祖国强大，就表示讲台湾的安全。咱国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讲，退休的少校正做是中共的统战的工具，伊感觉真疼心哦，望讲会当赶紧修法，有机制通来处理。一只拖班车为台北港驶出来，虽望有黑色的风水布砍掉咧，毋过为外口会当认出来，载的就是 M1A2T 战车。第3批28只 M1A2T 战车要载去新竹湖口的陆军装甲兵训练指挥部，嘛代表甲美国买的108只 M1A2T 战车已经全部拢到位。另外一方面，国军嘛伫咧传无人载具大军，因为规划要加入机器狗仔，按算用伫咧重侵、城镇作战当中，这项侦查等任务，立委嘛真关心开发的进度。机器狗并不是由我们中科院独立开发的，最主要是从国外引进现成的技术，但是我们跟他的合约上是协助他在台湾建立供应链，尤其是他把他原本里面的东西能够排红。李世强证实，热线上的相关元件拢应用伫咧机器狗仔顶头，为了因应战争形态变化真紧，国防创新小组嘛用公开征求原型开发、少量买卖效益评估，直接建案。
或者是加入科研等等3种模式来得到新型科技，包括21万只各种无同款的无人机、AI 辅助分析、建制精自整合系统等等。不过，立委更关心人才培训的季节。除了这个文官跟军职以外，我们有约聘的人员。那另外，我们也跟中科院借将，我们也跟工研院去做专案的委托。国军继续强化战力，应对强军的威胁。不止个退休的海军少校卢礼师，前几个月去中国参观军舰，伊讲感觉祖国真强大，就代表台湾更加安全等等亲中的言论，嘛引发争议。这位少校他沦为这个中共统战的工具，为敌喉舌。我们发表这种亲痛仇快的不当言论，我们都表示痛心，也深感不耻。顾立平表示，正前国防部配合陆委会提出两化条例修正草案，本地是适用伫咧小将以上，不过会改做小校，而且有领退休月级的人，若是有损害国家尊严的行为，拢会当有机制来处罚。草案已经送去立法院，希望当赶紧修法通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在野党发动弹劾赖清德总统，立法院今仔嘛办听证会哦。那白党团是邀请专家学者，有的是批评讲赖总统违反宪法忠诚的义务。民进党团是无邀请专家学者来参加，也无立委来参加，是为着要甲抗议一案无正当性。不在。和松山区的民众斗阵协商，立法院长韩国瑜雄雄讲出这句话，反正是因为议事常常予伊头壳冇咧烧。也若在野党发动弹劾总统赖清德，立法院日前举行专议委员会听证会，那白党团邀请专家学者斗阵发言，民众党立委大多数拢照到位，不过国民党立委说是出席率无悬。他也不到立法院来向全国人民报告，他好像是得了一个宪法痴呆症，或是宪政狂妄症。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找一个宪法医生找几个宪法医生给他看一看。错误的能源政策真的比贪污还可怕。政府的公开的数据是只有指出日间风，但是实际上台湾最危险的时候是在傍晚太阳下山之后开始。若被批评赖总统违反宪法忠诚义务，无依照法规公布立法院通过法律案，还有能源政策错误等等。不过，民进党团无邀请专家学者，嘛无推派立委询问，用集体无到场的方式抗议弹劾案欠正当性。弹劾案那其实宪政的一个设计是非常高的一个门槛，就算他们联手这个案子也不会过那徒增整个政治上的这一种对立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也若赖总统就职满2冬前一天，也就是弹劾案表决的迄天，民进党团嘛表态袂去投票，因为根据宪法征收条文第4条规定，需要有76票同意票，弹劾案才会当通过。不过在野党的立委加起来加62席，这个限制是足歹过。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今仔办交接典礼，尤英良是接任中选会主委哦。针对若被拍什么来提出变形甲安乐死的公道案，尤英良是表示讲，中选会会非常谨慎来处理。嘛强调讲，目前的法规是无要求讲，中选会针对立法院通过的公道案，都爱全部拢接受，嘛是爱依法来审查。另外，针对前民众党的立委李正秀的争议，尤英良嘛认为，用国际法来处理中国配偶的参政权，确实是有高度的争议。交接应信。接下应信，主委尤英良正式接掌中选会。中选会日前举办交接典礼，由行政院秘书长张顺涵担任监交人。张顺涵除了伫致辞时对中选会提出3项要求，对着行政院已经补提名沈淑辉、蔡伟德甲黄茂信，嘛话讲立法院爱理性审议。这3位人选都具有法政专长、实务经验以及无党无派，期望行政院提出之后，立法院也能够理性来进行审议。
尤英良坦白讲，未来任期至少有2大任务要完成。第一是今年的9合1地方选举，第二是2028年总统以及立委大选。中选会嘛有6大挑战，包括公投白大选、无在籍的投票、公投案和6岁参政权的问题。针对前民众党立委李正秀的争议，尤英良认为用国际法处理6岁参政权的问题，实在是硬拗，应该对宪法和法律面来处理。两岸关系有其特殊性。现阶段用国际法处理陆配参政权问题，实属牵强，而且具高度争议性。目前中选会已经达到法定人数，会当召开委员会。不过，除了公职人员选举以外，若别拢有意思，第一年底提出公投，国民党团推出变形公投，也民众党团是搁在讨论的阶段，按6四的公投会列入考虑。最近的一个公听会之后，我们听取多方的意见然后会再做一点修正，所以我们自己会提出安乐死。这个现在中选会开始运作了对于年底公投鞭刑或者安乐死的公投，我就按照顺序来走吧。法无明文规定，立法院所通过的公投案，中选会必须照单全收。但是，因为是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案，所以中选会必须更加的审慎。尤英良表示，中选会是毋是有否决立法院所提的公投案，目前佫是一个真有强度、佫开放性的问题。未来安怎好好处理立法院所提的公投案，避免中选会变成是一个佚佗囡仔，佫是一个严格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公务人员虽然讲是铁饭碗，也毋过即马公务人员的离职率嘛愈来愈悬。今仔就有10外个公务体系工会去行政院抗议因不管用的津贴，佮希望等给付都用本薪来计算伊嘛要求讲加班应该爱比照劳工，就爱有倍率，嘛应该取消20点钟的上限。望讲行政院至少会当来调薪6000块，来提高公务人员的待遇。加班制度要正常。10个公务体系的工会来到行政院外口大声要求调薪水，其中中央健保署工会讲，这几年营业务量增加不计直直起，人是愈来愈闹袂调。也有消防员甲公立病院的员工指出，公务人员无像劳工有加班倍率，一个月各有20点钟的加班限制，超过都是换休假。因也叫设定加班倍率，避免业务不合理增加保障基层的权益。不管是公务人员或是劳工，一直在短缺，都在出走潮。所以那个薪资结构没有去改变，业务量增加，造成很多员工很多同仁都出走。劳工一般有这个加班倍率1.34、1.67，但是我们公务人员几乎完全没有所以我们要讲这种制度底下这不是在鼓励我们奉献的，而是在变相的剥削我们这些保护国家安全、维持政府运作的这些人所以我们要求加班费必须要全薪计算应该要设置倍率行政院人事总处3月25有讲要伫6月底进前，会对公务员专业加级表来调整，争取公共高调薪。不过，代替产业工会表示，公务体系像药院津贴、失能和死亡给付等等，拢是以本行做基础来计算的，应当连本行做伙调整，这是正式的调薪。行政院如果要调升专业加级没有问题，但是呢，因为这个专业加级它并不涉及到我们相关的给付以及这个我们的退休保障，所以我们认为至少要把我们的俸额，至少各级俸额要调到6000元。这个公务体系的工会拢指出，像各级机关的行政人员、经销和公立医护等等，这几年拢有业务增加，薪资待遇却拢无得来调整。因希望主管机关行政院回应因的诉求，提升待遇，避免公共服务体系崩坏。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再来看哥伦比亚的西南部一条高速公路，伫昨发生一件爆炸案，有几啊台车拢着火，嘛造成至少19个人死亡，有38人受伤目前判断讲有可能是经叛乱组织哥伦比亚革命军做的。大路去用变出一个大坑，爆死的残骸，也有去用剪甲飞去的车辆是散甲规死过，规个拢总是密密麻麻，会使看到这边开的向阵是偌尔严重。这件代志发生伫咧哥伦比亚的科卡省卡基比欧的泛美高速公路顶端，有一粒炸弹已经去用带好爆死经过的时阵就变去，和附近的车辆也有无辜的乘客拢掉济，还有包括5个囡仔。gente gritando y llorando por todos lados y
Eso parecía como el fin del mundo. Muy inocentes, habían niños, familias que salieron de sus trabajos y vinieron a llevar sus mercados y algo muy duro. 当局讲，犯案的是反政府分裂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下底的分支，中央参谋部 EMC 所属的武装部队，因拒绝遵守2016年签署的和平协议，长期武装控制可坎甲可坎山谷地区，生产也阁有走私高军，嘛来赚一寡非法的侥幸钱。 Las estructuras del Morisco y de la Jaime Martínez contra la población civil. Durante estos 2 días, en el departamento del Valle y del Cauca, se han presentado 26 acciones criminales, 26 acciones terroristas. 哥伦比亚就要伫5月31日举行总统的选举，最近小连续发生警察局向开枪、军事设施去汽车炸弹崩掉，也阁发生针对航空雷达站的无人机的攻击。部队的警势是一直在加权。哥伦比亚政府公布超过100万美金的赏金，想要来掠当地武装分裂势力的首脑马良。啊，那地方政府嘛公布14000块美金的赏金，希望有人来指认伫咧2时发生迄2件连环爆炸案的嫌犯。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 来看巴西警方伫一个山脚区内底查到48栋的大麻，数量是创历史纪录。一只警犬骗着讲水塔下骹亲像有物件，结果挖出来拢是毒品。警方出动4台货车，交易车的毒品拢摘出来。巴西警方宣布，伫个车北查到48栋的大麻，创下单次发现上大量毒品的纪录。 迄阵，警方当咧执行公务，所在里约热内卢北部的贫民区。这个时阵，画面上这只叫做浩克的警犬，向向提醒警察注意一搭废弃的水塔。警察斟酌一下看，发现水塔只是暗号，下骹阁一个土坑，内面竟然是藏包装好的大麻。Os cães, né, sinalizaram para uma caixa d'água abandonada, uma cisterna abandonada. Então, verificando, né, o comportamento do cão, o condutor ele percebeu que o cão estava indicando que tinha alguma coisa estranha ali naquela cisterna abandonada. 警方当要将大麻搬出土坑，半中途佮含藏毒品的帮派爆发枪战，最后成功控制情势，佮掠到一名嫌犯。嘛因为大麻数量实在伤济，警方最后5、5点钟才全部搬出来，甲4台卡车底甲填一填。警方评估犯罪帮派损失惨重。É que é a maior apreensão da história do Brasil, né, de drogas, numa área conflagrada. É prejuízo de mais de 50 milhões de reais, né, para a facção criminosa. 巴西警方伫即届行动出动250人，除了大麻，佮查到20多台查拉车以及少量的枪。类似大麻发现的地点，即种社区伫巴西方叫做法维拉，也就是一般讲的贫民区，居民拢较散赤，社区嘛较熬受到帮派的控制，总是互看做危险的所在，嘛是即几档警方大力所查的对象。记者尤派准编译。 过来消息来看，检调甲警方伫去年接到财政部关务署的情资，讲有嫌犯对中国进口160公斤的化学原料假案，却拢无申报。经过对查伫汤圆的制毒工厂查到190多公斤的毒品，市价大约是2亿5千万。 原警手提盾牌，嫌犯一开门，随黑头叫伊拍落，立即出来搜查，发现规处境的制毒工具，现场有化学原料插片的气味，专案人员就要挂护目镜、加防毒面罩。 检警调去年3月接到财政部关务署情资，有毒品集团以更替制品的名义为中国进口160公斤的假案入来，有可能是要制毒。顺线做伫汤圆平镇的偏远山区，发现铁厝大的制毒工厂。今年9月底发动搜索，逮捕40岁姓曾的主嫌，加46岁姓黄的共犯。破获以中姓男子为首之喵喵3级毒品制毒工厂，现场共查扣成品及半成品约190公斤。中姓男子等人企图以邹为养殖业所产生之恶臭，掩盖制毒过程刺鼻之化学气味。 假案是有机化合物，是正史上的化学原料，通应用伫农工业多项用途，嘛是制毒原料之一。进口必须要向经济部工业局申报审核，提出用途证明。2人因为无申报，牛卡搜出来，现场共查到俗称喵喵的3级毒品：甲基卡西酮成品甲半成品124公斤；第4级毒品先驱原料二溴四甲基苯丙酮70公斤。
宗贤因缺钱花用，试图透过制造第3级毒品喵喵来赚取暴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3级毒品罪嫌，将宗贤2人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这批毒品大约会当制作50万包的毒品咖啡包，初估市值2.5亿。专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上办，近期由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记者综合报道。前几天哦，高雄一个妈妈带8岁查囝去火锅店食饭哦，这个查囝家己去便所去收到一个少年人的饲料，佮要家伊诱入去查甫便所，这个妈妈就随去报案，嘛伫网络铺文哦。专家嘛提醒讲，佮细汉的囡仔家长上好，嘛是爱对前对后较安全。18暗时，8岁查囡仔甲阿母去火锅店食暗顿，甲一个少年相闪身，家长指控这个少年对查囡仔入去便所，对查囡仔骗色，佮想要甲伊诱入去查甫便所，加在查囡仔第一时间喷走，转去座位甲阿母讲，家长随报警。进去男厕，最后电门打开来，然后就说妹妹你来，我女儿就不敢进去男厕，然后他就赶快回来座位上面，然后就2手就很紧张这样子。才跟我讲，立即报案。那警察过来的时候，我们也有发现到，当加害者他还是在现场，那我们又赶快去做一个保全的动作。家长讲，火锅店头家第一时间带查囡仔一道指认，顺利找到人，嘛报警处理。只是对方家长的态度，互伊真无法度接受，嘛自责无陪囡仔做伙去便所，伫网络社群铺文提醒家长注意。本分局依规定受理侦办，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全案将移请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审理。还是先冷静然后看状况。如果有一些身边可以有一些随身的物品可以带着的话，比如说防身的警报器啊那些东西，压下去就会响，然后或是拉开就会响那种东西，其实比较有办法吸引人注意。致力推广妇幼人身安全的民团是建议，身高不到80的囡仔，或者是体重较轻的囡仔，也是建议家长陪因去便所。警方嘛呼吁爱尊重他人的身体主权，拄到性骚扰，保持冷静、拒绝，想办法把对方的特点记落来，大声呼救，嘛爱设法离开，而且该赶紧报案，让警方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哦，伫嘉义举办的台湾灯会，传出讲佮欠清洁人员薪水，有民众是伫网络铺文讲，超商本地讲村民会来发薪水哦，也毋过因到达，佮也未摕到钱。县政府是讲这是外包厂商负责的，外包厂商表示讲，因为有40个工作人员哦联络袂到，所以无发薪水，4月底之前会全部发出去。第3月初3举办的2026台湾灯会，创下1360万的观光人次，当时活动真热闹。即马煞有民众伫网络打文，讲家己是灯会期间透过就业中心媒合予外包公司的清洁人员，原本讲伫清明前后要发薪水，到达煞也是提无。没有收到的薪水，就是这些人的那个。他们那个资讯啊不够完整啊，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联络这一些人，也每次都在打电话联系这些联系不到的人这样子。有这灯会清洁工课的厂商表示，清洁人员15天的薪水大约是23000多块，为清明了就开始整理名单，陆续来付薪水，也未摕到的人是因为联络袂到人，大约有40人。该机关环保局嘛来了解状况，要求厂商要赶紧处理。这40个还没有付款的原因，其实就是找不到这些相关的联系不到这些相关的清洁人员。那他们也说，在4月底，4月30号之前呢，会全数的把所有的这些清洁工作人员的薪资全部付清。嘉义县政府表示，经过调查，外包厂商目前无超过工课契约当中付薪水的期限，会继续来追踪厂商的进度，未去影响到灯会工作人员的权益。记者林慧玲嘉义报道。来看台南安平的开台天后宫，这个月25日咱2天哦是4档1颗的上香山迎妈祖，两边哦是真热闹。也毋过哦，半暝啊，搁放炮啊、放烟火，互附近的民众是真不满哦。环保局表示讲，已经有接到28件噪音的灯前，卖来处罚。
暗暝宴会一个接咧放，确实有影水，声真侪人来斗老客。台南安平顶礼拜是4年一冬，上香山迎妈祖的活动。虽然这个活动互人来做无形文化资产，不过记得暝煞有未少民众反应真歹困，主要因为记得暗时到7半暝，真侪所在咧放炮，其中大平路甲东平路这搭停车场宴会放袂停，民众认为明明有规定，干呢交叉无该妥当，那实际登去现场，涂骹宴会客啊规大堆。这次是100年嘛，哈，100年的那个热闹，当然是，我们是支持的。那因为2点多还有放到鞭炮的话，就是会影响到大家，那扰民，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热闹也是很支持这个活动是没有错啦，但是隔天要早起哦，要上班，然后小朋友也要读书，我是觉得这个时间点太晚了啦。面对民怨，安平开台天后宫嘛出面回实礼，美方坦白讲，伫半暝听到炮仔声嘛踹一条，因定听这回绕境规模真大，有40外顶高背景成叫来参与。不过礼拜进前，拢有宣导优质庙会文化，甲绝对唔通半暝放炮，这噪音哪像是有宫，也是信众自发性的行为。不希望是这样子，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活动啊！这样一搞下来的话，我们就是又要背黑锅了，所以我们也是支持这个开罚单。本案后续将依据民众所提供的检举资料，移送各权责机关依法裁处。政府市府统计活动期间尚无接到28件噪音定情，市府强调，台南市对宴会有严格时段管控，部分也是放外无咧插规定。环保局目前咧收集相关资证，到时会依法开发。到底办法伫保存100年民俗文化，甲维持都市安宁之间来达到平衡，已经成做市府甲国境票务爱面对的课题。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中华139县道9.5公里的所在常常发生死亡车祸。中华县政府决定讲，要伫弯道来增设防浪的设备，提醒用路人要爱减速，帮讲会当来减少交通事故。中华139县道9.5公里迄带，施工人员当日进行交通管制，未用增设防浪设施，因为这个路段过去常常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伤亡。中华县政府经过多方的评估，直接增设防浪管的警示条，希望汽机车的驾驶会当减速行车。县道139的依肇事路段曾发生过 A1 事故，经过多方的评估，在弯道增设防撞杆，用来提醒用路人减速慢行，以及加强安全跟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中华县干部处表示，这届增设防浪管的路段包括139县道9.5公里迄带，其中设立60支警示条，两边增设防浪管180支，而且大中路4段沿回大道伫中央增设120支的警示条，两边防浪管200支。像安尼的道路提醒民众看法是三不定。如果你慢慢骑，但是安全为重啊。像我们有时候会竞速的话，我是觉得就是看需求啦。如果是以我来讲，我当然是觉得不要比较好啦。安尼是较安全啦。啊，唔过吼，这就是爱看骑机车交通遐的人啊，少年啦。啊，咱这老岁仔人骑是拢骑慢慢啦，无咧影响的啦。有民众认为增设了后，颠倒造成交通的阻碍。不过公路处强调，因为这个路段这几天常常有交通事故发生，特别是伫个9.5公里的大弯道，常常有超速造成死亡的车祸，互人讲是死亡的弯道。希望增设防浪管甲警示条了后，会当提醒用路人减速慢行，大大降低交通事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县今仔开始启动路口的大执法，针对无停留过路人，包括奥多拜甲脚踏车，拢加强处理。有不少民众就接到罚单，就爱罚新台币1200到6000块，买去道安讲习上课。对，先熄火一下哈。骑奥多麦阿送无停留斑马线的过路人，随后警察早就来开单，甚至是骑U拜的民众无停留，警察就随车到边仔宣导。对27开始，屏东警方启动重点路口执法，针对车辆无让过路人行行的违规行为，会当罚新台币1200以上6000块以下的罚金，若有造成受伤，罚更较重。如因为停让而造致人受伤者，可处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及吊扣驾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最高可处36000元罚款并吊销驾照。
因过判断无停让的标准是看几底斑马线的花纹，路尾避免争议。只要离过路人无到一个车道，就一定要停落来，互人先行。交通大队表示，虽然车辆经过路口无停让，有时阵是无注意到，不过若弄着过路人，可能会引起第二摆的事故。尤其是时大细汉囡仔甲行动不便的人，拢介危险，可能伫几秒钟内就造成伤亡。全面启动路口车不停让行人违规取缔执法专案。针对事故高发路段及人流密集路口，强化拦查与取缔作为，其透过执法与宣导并行，提升用路人守法观念。警方统计，去年屏东县地发生122件过路人的交通事故，造成114个人死伤。虽然比前年有降低小可，但是数量嘛是多。对27开始，针对才发生事故，甲过路人较侪路口，加派警察巡逻执勤，希望透过执法宣导，对头降低事故发生。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再来看台东县4月到今已经发生6件倒水的意外，有3个人死亡。消防局是呼吁民众即马天气愈来愈热，要省水，就要去安全的水域，上好嘛爱有伴，嘛爱扎防护的装备来保护家己。26下晡，伫台东道南片有4个民众落海畅水掠鱼，约好暗头仔上花会合，毋过其中1人却失踪。报警后，警消登柜搜找，到暗时才伫一只礁石区找到，毋过人已经过身。6点04分的时候接获报案，然后随即派遣都兰综合采集大队，我们就来做搜索，发现伤者应该是已经是明显死亡了。台东县消防局甲海巡东部分署报案统计，4月渡水案件未少，为月初就有民众耍沙白，嘛有到港口码头无细字跋落海，阁有到溪仔边耍水渡水。到当至少出动6件的抢救，其中有3人不幸过往。地点涵跨溪流、码头跟近海，那其中有一件是高中生在溪流那边溺水。消防局表示，天气愈来愈烧热，民众去水域掠鱼或者是耍水的活动愈来愈多，呼吁民众去水域活动爱早扑救，嘛爱有伴做伙，爱选择安全的水域。消防局嘛加强到海边、溪边的巡逻，劝导民众离开危险水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民间焚化炉的理解范围界定会议今仔是开第7场，因为今仔是民间乡的落水马出巡，自救会就批评县政府拢调工，所以呢采收地叶佮迎妈祖这款大日子，自救会甲团团嘛伫现场点香，要来向落水马禀告，也毋过嘛甲警方发生冲突，也毋过南投县政府是配合讲开会日子，拢是配合增加学者的时间呼吁外界就毋通想济。这么简单的事情，怎样？浊水妈祖庙在民间，所以你们不需要尊重浊水妈祖就对了。环保团体会这生气，是因为拜南投环保局佮开启民间乡焚化炉的环境影响评估会议。因为拜拄好嘛是民间乡1年1届的迎妈祖，当地人批评县府是趁真侪民众会去迎妈祖，无法度来参加会议，结果伊选一天，团团去现场点香，警察随来阻止，引起民众的不满。现在是落水马出巡的时间，大家人拢去落水马遐拜拜，所以呢来开会的人就较少，安尼是足害的代志，迄是挑工选这个时间。拍算代表民进党参选南投县的温世哲，嘛来声援自救会佮团团。南投县政府是配合讲开会的时间，拢是看专家学者当时有闲为主，并无考虑其他的原因。希望外界唔通想多。场地爱有闲，专家学者嘛爱有闲的时间，才会当开会哦。所以阮是统计大家会用的时间，后会时会使的时间来做开会哦。阮并无顾虑到什么其他因素啊。另外，民间反焚化炉自救会嘛一面册佮公布咱的石虎的画面，证明石虎已经是民间乡生态。嘛强调，民间乡才是石虎生活的所在，无应该起焚化炉，害石虎失去生态地。希望大家无分党派，守护民间的生态，要求县府撤销起焚化炉的决定。记者安秀南投报道。再来看宜兰苏澳的新城溪配合农业、工业佮有民生用水所以定定会无水。今年又搁断流了。环保团体是呼吁公部门，都应该爱随时来监测，避免断流去影响到生态。
宜兰所有新城的溪底，因为农业、工业甲民生用水济，较高发生断流，会使看到不少生物已经死去啊，还有鱼仔掉伫咧水库内底。有环保团体发起救援的行动，希望救这受困的鱼仔。总共捕了差不多4个脚桶的鱼仔，佮甲这鱼仔放去甲顶悬无断流的水头。溪流它当然不可否认，就是它必须要满足人类的一些需求，但是它也必须要更严谨的去做监测才对，才能确保这个溪水可以一直是通畅的状态。团团认为新城溪的水头、西部山等等的所在，雨水真侪，正常来讲无应该断流。公部门应该透过监测做好整体规划，伫农业、工业的需求也佮生态之间找到平衡。鱼仔掉伫咧溪床的钢棒顶悬，无法度继续向水头收起去。团团也呼吁，这个新城溪溪床顶悬的钢棒会造成悬架感，应该爱赶紧拆掉。农业用水的部分，我们也会来跟农水署渔岸管理处大家来协调一下，那是不是说能够少取用新城溪的地面水？那我们转为用抗旱井的一个方式。县府讲，针对新城溪断流的问题，已经甲农水署做伙参详，看敢会使伫咧当地起抗可化的水井，避免造成人伫咧可化的时阵继续用新城溪的水造成断流。若是钢棒的部分，目前已经无法度闸水啊，水公司讲会去甲拆掉。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13个行政区全部拢红列做是红高遐一区。虽然农业局是强调讲，疫情已经有受到控制，也毋过有议员是真烦恼讲，主管机关无啥讲，敢会有通报的空棚咧。公园草坪甲人行道边啊出现一只压起来土堆，这些拢是互人听到会惊的红火遐的树。独立体育园区附近公园最近完工开放，不少民众会来这散步休困，看到这么多红火遐树是真烦恼。会担心吗？当然会啊！如果说你坐下来休息，就怕它会从脚上爬上来，所以会怕被咬，对不对？等下去，总起来一扑一扑安尼啦。红火遐攻击性足强，若是好咬到，空喙会真疼，甚至引起过敏性的休克。桃园市13个行政区全部列入红火遐会发生的区域，除了农田、菜园，红火遐嘛入侵公园、人行道、新兴的开发区等等。议员烦恼通报出现养护管理单位无共，恐惊通报会闹交。若遇到蚁丘介于公园跟人行道之间，那因为公园为区公所养护，人行道则为养工处养护，恐怕会成为通报3不管地带。模糊地带不知道要谁要全管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农业局就会担任窗口来做一个协调。引入智慧科技提升防治效率。农业局表示，桃园市红火遐各区平均的发生率，去年大降低到15.5%，是这几年来上低纪录，显示红火遐已经得到控制，也是会加强扩局处的联络作业，来防止通报闹交。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工业区内底彰化渔港伫去年6月启用，县政府时船食水的深度无够，所以到当阁无开放离岸风电的维护船会当使用，这嘛互监察院纠正，要求讲得爱检讨。彰化县政府嘛表示讲，要来建设风电运维码头的水路，阁有部分所在有截头刷，目前嘛已经变好了，按算5月就当来开放使用。今仔只渔船准备入港，这是去年6月彰化渔港启用的老的月面，但是渔港内的离岸风电运维基地说拖到今拢还未启用。监察院进前就来通过纠正案，批评彰化县政府和风电运维码头放咧旁远。其实伊伫去年6月渔港准的渔船会食水的深度是2.7公尺，风电的运维船呢，台电呢是食水是2.3到2.4这个 CIP 的运维船呢，食水深度才1.4米尔，所以拢比咱这个渔港食水更较浅渔港就会当开放是安怎安尼甲这个风电调难。监察院指出，经济部专业补助13.98亿，由彰化县府执行的彰滨离岸风电运维码头，伫2024年4月19完工，同年6月14验收合格，但是县府说到今也未开放，致使风电业者爱伫台中港临时座位，原本来回1点钟嘛增加到3、4点钟，严重影响政府再生能源的政策执行。
南侧的运维码头航道有局部淤积的情形，水深不足，无法供吃水较深的运维船使用。县府立刻筹措经费进行港区清淤工程，已经在今年的4月15日完工。官府表示，因为考虑渔船的驶船安全甲渔港的静稳性，无同时开放运维码头。目前已经完成渔港涂刷清理工程，水深达到6米以上，目前正在验收，按算5月开放运维码头。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今天的万达北海小英雄是真侪人细汉的记忆哦。咱来看英国伦敦目前有一个外星人的展览，透过虚拟实境的 VR， 带观众登去上千当前迄个外星王国的世界，那么做伙来看卖。展览厅中的群模型配合4颗链灯的投影，互参观者登去到1000多年前第8、9世纪，维京人以今仔日的丹麦、挪威等国做出发点，怀扫版的北大西洋，习惯大半欧陆的壮举。Vikings were unequaled in northern and western Europe because the ships were fast, the ships could tack against the wind, and they could land anywhere because they were relatively flat-bottomed. So the Vikings didn't need a harbor of any sort. They could land on a beach, jump out of the ship and be there. And they were reportedly, much taller than all the other human beings, very clean as a culture, very beautiful with their braided hair, and as well as being these big warriors, there's a lot of masculine power and associated with this culture. 就是因为这种男性阳光气质，几年以来，大家咧拍电影、甲电视影集的时，维京人常常互设定做粗残的土匪。不过，以维京人后代自己的北欧国家挪威，对外贸易部就特别做网站，强调维京人伫北欧战斗民族的名号之外，嘛有真深的文化内涵，甲尊重女权的传统。这届展览策展单位运用这几年来不离流行的虚拟实境 VR 做媒介，带领参观者融入维京文化。The VR is wonderful because you can enter into the fantastical world. So the VR really helps us take you into the world of mythology, of Odin, of the great tree Yggdrasil, of dragon slayers. So you can escape to that fantasy realm of mythology and then return here into the historical fact and then go on a ship and sail with them. 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逐当的3月到5月美国德州的小龙虾上肥上好食，当地有一间冰淇淋店就推出小龙虾冰淇淋哦，有甜的、有咸的、阁有咸的3种口味哦。顶头阁有一只小龙虾，有人是真喜意，也毋过有人是感觉怪怪。香港街路小姐鸡卵啊，边仔有一大碗冰淇淋，顶面夹一只小龙虾。美国德州的这间冰淇淋店，伫个小龙虾上界大出介绍上俗的时阵，推出这款海产甲甜露小结合的创意料理。There's lots of butter, garlic, and the whole 9 yards. And then once that bubbles up nice and good, we add the live crawfish in there. We give it a little bath there for like a little while, get all that seasoning inside that crawfish, and then we put it and we make ice cream with that. 业者佫特别喜欢这款罕见的冰淇淋，是变怎食？ Now obviously you want to break off the tail, okay? Suck on the meat. You got a little bit of the kick, right? You eat the meat, but this is right here. You take it and you scoop it up. See that? Yeah. Cheers. 小龙虾冰淇淋甜搁咸的味实在伤特别啦，业者也是互顾客生气一个。有人食甲夹目头无度接受，嘛有人感觉真值咧食卡。Here's your crawfish. I love trying new food, so this is really good. I do like it. It's like a little salty, but it's like creamy, smooth, a little spicy. 食起来甜、咸搁咸，海产味正重的产品是业者伫2019年家庭聚会时灵感一个来想出来。1月底开始，产季还未到，就有顾客打电话来问什么时阵会开始卖。头家讲，大月若到，就会出现5花10色小龙虾做的产品。不过小龙虾冰淇淋算是味真重的食物，所以建议食完了后，上好是莫甲任何人相浸。公司新闻心乐培编译。
再来看南非的西南部都市斯德兰坡西哦，正真侪普德，嘛有超过150个酒庄哦，但当路上280多万的游客，也毋过就几档哦，毋那品普德酒，佫有人来品水哦。有一个国际认证的品水师，伊就带游客来啉世界各地的水，加上贵的水哦，一罐是当卖到1万块的台票。过去是吉酒师的皮特斯受新冠疫情，南非禁止酒精买卖甲配送影响，伊怎来研究水？皮特斯通过国际品水认证，变做南非唯二的品水师。准拿全球来讲，认证的品水师嘛无到100人。皮特斯捌伫精品水高峰会担任评审，暗测超过100款水甲100款无糖的汽水。伊伫家己的品水室收藏超过40种水，包括火山泉甲冰河水，逐款拢各有风采。真侪人烦恼水质来使用净化设备，伫皮特斯的眼内，这颠倒会影响原水的滋味。只管为这口山脉内的冰河矿泉水24K的金箔仔伫干仔内闪闪烁烁的模样，真像人款。I've got water from Mexico, from France, from New Zealand, from Germany. There's a very special bottle of water from Balban in Slovenia, which is where they actually use the CO2 of grapes that are fermenting to carbonate the water. 皮特斯的品水课程会试淡6种世界各地的水，介绍卖我清代票700块，袂少学员是大开眼界。I'm a person that says water is water, and it was actually very interesting to actually be able to taste the different flavors in the water. I didn't think I was going to, because I'm a tap water. So my interest from water, I think, originates from how the water tastes to me. I really find the different flavors. 其实南非是水资源真欠的国家。根据2023年的统计，南非敢有45%的家庭室内有自来水管线，真侪地区常常因为严重可旱、降雨不足来拄到断水的处境。透过品水会当让水更较有价值，并教育大众珍惜得来不易的自然资源。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关心天气哦，气象署表示讲，这2天哦拢是好天，真热热的天气。拜3、拜4会有方面通过水汽的增加。拜5开始哦，5一劳动节的连假，所以拜5、拜6天气是拢真稳定哦。也毋过礼拜又个方面接近，各地嘛拢可能会开始落雨。周3及周4，锋面随后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水汽上是明显的增多，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的阵雨出现。那这个降雨情形的话呢，是还会有些空档，但是局部的雨势也还是比较明显一些，所以要特别留意这种短暂阵雨可能会伴随一些雷雨的情况，特别是以中部以北地区雨势会比较明显一些。周4呢，虽然锋面是逐渐的通过了，但是水汽都还是明显的偏多，各地都还是有短暂阵雨，特别是西半部地区还是要留意阴阵雨的情形，局部可能还是有雷雨出现。气象署表示讲，今仔明仔载天气拢真稳定哦，日时会真温暖，也毋过日甲暝哦温差会真大。拜3开始受到锋面影响，全台湾哦拢会开始落雨，雨水又嘛会真高。中部以北、东北部各有东部天气就会较凉冷。拜5开始哦，5一劳动节连假天气哦是嘛真稳定，还到礼拜哦，则个会有一波锋面来接近。最近的天气是高变化，所以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气象的报告。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